徛在地看世界，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即摆甲西方国家的关系原来真紧张，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伫政坛上界大的对手，就是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纳瓦尼过去互下毒，讲真有可能就是普丁指使的。纳瓦尼已经互送到德国去医治，德国的政府来证实，纳瓦尼是去互一种叫做诺维乔克的神经毒剂来攻击。 这是前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德国的总理梅克尔要求俄罗斯爱甲代志讲互清楚，西方各国嘛拢表示谴责。 纳瓦尼常常骂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嫌到有寸，伊进前对西伯利亚飞莫斯科的飞机顶悬，可能是去用下毒抓昏去。纳瓦尼转送柏林检验了后，确定是去用前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攻击。德国迄方面已经甲检验的结果第一时间来通知俄罗斯的大使馆。 Wir unterrichten unsere Partner in der EU und in der NATO über die Untersuchungsergebnisse. Wir werden gemeinsam beraten und im Lichte der russischen Einlassung über eine angemessene gemeinsame Reaktion entscheiden. 诺维乔克神经毒剂两当前嘛去用来毒害一个住伫英国的俄罗斯乡民间谍，含伊的查某囝。欧洲国家的领袖拢出声谴责纳瓦尼中毒的事件。英国的首相强生伊就讲，这真可恶。法国的外交部长讲，又惊到欧盟执委会主席嘛批评讲，哪会做这款俗辣佮恐腔的代志？这事件嘛，互莫斯科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